什麼被奪命？你住樓下樓上，他住樓上樓下。我是誰的人？為何鄰居要互相牽掛？來去匆匆，竟要對方分你一半。舊愛新歡，不覺炒換換。住若請記得，總有某天租約將滿。2萬日後，住戶將被調換。手中石頭，盡興吧，盡興吧，就以相親相愛，娛樂大家。